呢啲技術官員每天需要進行一個比較大嘅運動量呢，我哋仲係準備咗好多比較高熱量嘅食物，咁同埋都根據咗佢哋一個出行同埋一個工作安排呢，調整咗我哋並且延長咗我哋嘅自助餐嘅供餐時間。自助晚餐嘅話呢，我哋原先係10點鐘結束，咁喺部分嘅時間係延長到夜晚11點半結束。